湾俗语摕来谈，深色趣味是有内涵。欢迎收看《报道高丁》，我是林片元。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台湾这块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。报道高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，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。俗语伫咧讲啊，婴仔双双来做寿，家庭幸福是无忧愁。伫咧传统的讲法内底吼，这个婴仔若是陪到厝内来做寿吼，是一个好吉兆呢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这家伙仔人吼拢真善良，嘛真吉祥，未来吼一定会添丁兴旺，财源广进。有影呢，这个结婚吼会当算讲是人生中真重要的大事。这个俗语就是咧甲咱讲吼，相爱两个人只要会当真心相待，共同来去打拼吼，一定会建立了真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所以首先哦，咱先来听由简祥林老师来演唱一条有关于结婚喜庆的歌。这个歌的歌名叫做《七仔鱼要娶某》。一仔鱼咧要娶某，水鸡咧光叫咧大巴肚，田咧野鸡花艰苦，布担顶又搁比拍鼓，古代做媒人，土山做查某，梦啊分大地。大地黑白路咧黑白路。那听到这首歌吼，就会当充分感受到讲农业社会迄个时阵的结婚的情景，还有这个欢乐的心情啦。当然啦，这个嫁娶吼是人生的大喜事啦吼。咱今仔日到现场都有两位真重量级的来宾吼，要甲咱解说着关于着礼俗啦，甲个这嫁娶的一寡代志。咱先来欢迎着咱头拄仔听到这首歌，就是由咱的国宝大师吼，咱的听到歌就想到伊的简祥林老师。你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若要讲到嫁娶啦，要讲到食青啦，吼，要讲到什么节气，要食什么物件吼，要用什么吼饮食才会健康各方面吼，咱都要来请教咱的简金玲老师。大家好。想要请教两位老师吼，恁伫咧这个台湾的嫁娶迄个俗例中间吼，有啥物印象是特别深的？尤其是迄个祥林老师，你有特别的一寡体会？我想吼，拄则咱有唱迄个《七仔鱼要娶某》吼。是。我为这个七仔鱼要娶某来讲起。好啊。因为七仔鱼要娶某，较早吼，咱的草地拢有鱼池啊嘛。鱼池的时阵，就是讲有当时西北风咧落，啪，吼，这鱼池水就甜起来啊。是。甜起来，迄鱼啊就走出来佚佗啊。吼，这囡仔都闭裤脚去掠鱼啊。是。哦，囡仔在想咧，哔，这什么声？想啊想，过年放炮啊嘛，无就是娶新娘嘛。是。吼，新新娘啵，爱就甲这个七仔鱼连上做要去娶某的新郎官啦。是啊。哦，这毋知讲七仔鱼要娶某，水鸡光叫大巴肚，迄较早的人，就是所以迄个歌其实是咧讲。古早的农业社会会嫁娶的情形，你像说讲上尾来讲，蠓啊分大地咧，是。蠓啊是上细只咧，毋过会分古做大呢啦。吼，吼我结婚的时阵吼，是，迄阵也是无遮尔啊古早的啊，但是呢，阮佫注重是讲，用咱这个草地较早有一种古早种八音，是，哦，所以为这个迎亲，这个车咧走，去咧甲客厅咧闹厅，吼，甲。新娘要食饭，食喜宴的时阵，拢演奏八音，噔啊，哐哦，有迄个气氛。讲这叫做新娘门场吼，爱找厝边啊一个姓梁的囡仔，来甲暖咧，讲做暖场啦。番萝卜生查甫啦，番过来是生秀才啦，吼。翻过去是生进士啦，吼，拢好话啊，拢好话啦，是啊，咱看迄个嫁出来迄个场面吼，要迎亲的时阵啊，吼，拢有迄个爱用吊猪肉对无吼？其实感觉是后期啦，上以前是猪啊啦，
为什么竹仔呢？因为竹仔一节一节嘛，吼啊，愈来愈长，迄个节愈来愈长，就是愈来愈好的意思嘛。啊，其实上重要是因为贵竹吼，贵甲贵气，吼真富贵迄个意思嘛。港音。港音啊，过来上介重要的是。较少人知影，就是咱竹仔有两种，一种就是在丛生的，就是伊袂断。吼，咱食的绿竹笋就是在丛生，按一丛就是伫遮。啊，贵竹是边仔会为边仔传，伊迄个地下迄个根吼，啊环生啊一节一目出来，啊表示讲祝福这个新人吼。拍天下，赤手拍天下，是嘿，啊，就是安尼，伊的事业也是伊的迄个官运吼，愈来愈好的意思。啊，后来因为贵竹啊，较少人知影，较少人知影讲即个贵竹的意思。啊，慢慢就是讲啊，甘蔗嘛袂歹啊，吼，甘蔗香头甜啊，啊也是愈来愈甜。啊，拄则像恁老师提起迄个吊猪肉，迄是以早吼交通无方便。啊，你可能即个砖头要架到即个砖头，可能爱搬山过岭。啊，有当时有一寡较大型的即个猛兽会出来。商人，啊，商人，你若是迄个桥，也是后壁有一块肉，有肉类互伊食吼，啊，伊有通食，伊就袂去伤人。最主要意思是安尼，啊，即马就变做讲是这白好啊，是啥物？这个文化是渐渐伫改变嘛，是时代啦吼，时代当时就是符合着迄个时代时代的演变吼，啊一站世代无共款的讲法啦。是。啊，去到这个南部恒春南台湾的迄个所在。是。迄个所在，尤其是咧满洲乡迄角啊，因咱普通汉人啊，要嫁娶查某囝要嫁前一英，拢是老母真唔敢交代三、交代四、交代要安做一个好新妇嘛。有影。吼，因迄个所在毋是啦。哦。要出嫁前一英，因有一个叫做惜别会。是。这惜别会就是讲，伊有甲厝里的人、老爸老母、亲戚朋友，吼啊，大家来因兜客厅。啊，这个新娘坐伫这个场遮。啊，遮边啊，老爸老母啦，阿婶阿姑啥啥安尼，吼，啊开始的时阵，先一个德高望重的人，伊先开场一个，开场了就开始就这个新娘就爱唱歌，新娘唱歌，新娘唱歌，伊一个人对众人，吼，像讲伊唱一段了，老爸该回应一场，伊搁唱一个，啊老母搁较回答，伊唱一个阿哥，一个人对足济人，啊，你算播歌吗？嘿，有褒的意味啦，但是迄毋是，伊特别有这个意思。伊在第一个唱出来的时阵吼，啊目屎就流落来啊。有影。吼，伊安怎唱咧？第一句安怎讲？迄个镜头啊，甲落，记听。我的阿爸，你爱迄个查甫的啊，无爱我这个查某囝。伊讲吼，镜头啊，假落是记听。是，伊这个形容讲，囡仔每一个拢是，不管查甫查某拢是囝。啊，我无想要嫁啦，你甲我嫁出去。是那查甫毋免嫁出去，是啊，所以镜头啊，叽假落拢会听啦。哦，阿爸，你爱这个查甫的，不爱我这个查某囝。是，因为安怎呢？迄新娘要嫁出去，咱普通讲喜事，其实新娘较早古早人拢做亲情的嘛。伊对男方认识无多嘛，是，所以伊爱冒险。伊去冒险了，去冒险，所以伊心肝会惊吓。所以镜头啊，假落叽听。啊，即摆讲了的时，阿爸会甲。回答，会甲回答。头拄我听老师你咧念谣，迄个旋律吼，嘛是就像讲迄个地界咧流传的，像讲迄个。这叫做牛尾伴。牛尾伴。牛尾伴足一种解说，但是我的观点是讲牛尾伴较亲像牛尾尾迄个心。哦，有看运啊。所以你看，你拄则你唱迄笑刀啊，假落。这个讲迄个旋律，敢若像迄个牛的尾溜条咧。对啊，迄是一种离情依依，足唔甘要离开迄种感觉。是吼。你看这新娘，你看拄则听到用要哭啊，真感动。是啊，拢迄亲情拢是伫这歌谣内底吼。其实吼，咱知影讲吼，这嫁娶这个嫁吼，拢伫咧娶头前，所以讲这女性的地位吼，是伫咧这民间中间吼，其实嫁查某囝这件代志吼，迄感情吼是比娶人搁较深啦吼，会当较心酸安尼讲。为什么吼订婚的时阵爱食茶啊？
食茶其实吼是为咱的祖先吼，大部分拢为南方来，中国南方来。啊，南方特别是福建一带，啊遐拢做茶嘛。因为茶树吼，你若是沙长，伊都袂活。啊，所以就用食茶来表示讲，查某囡仔清白的身躯吼，嫁到南方去吼，啊，就是一种安尼，讲法安尼。啊，所以古早人吼，咱即马讲，啊，你当时要嫁，讲啊，你当时要请食饼，毋是古早人是讲啊，当时要请食茶。上起早是食茶的时阵是相亲，是啊，即马毋免相亲啊，就改伫订婚。啊，订婚来即个南方就是亲戚带来嘛，啊，即个媒人婆啊，就新娘开始芳茶出来。啊，其实芳茶过程中，南方就开始观察即个查某囡仔行路的姿势，吼，会安尼会大段无，然后芳茶出来，啊，请亲戚啉茶，然后媒人就介绍啊，即个爱叫什么大伯还是阿姐，还是姑婆，还是啥亲戚介绍。啊，一个一个吼来看即个查某囡仔有能力无？吼，啊，就是入去，啊入去就开始个双方的家长就交谈，啊尾也再过来收茶后，啊收茶后若是有介意，吼，以早有介意就放较少，红包放较少，叫缀茶后，缀茶后，啊无介意就放较济，表示回失的意思。即马就一项尔，即马就直接礼品的意思，就是然后添妆的意思啦。咱其他的亲戚做伙来嘛，红包拢足大包的，缀茶后的意思。缀茶后，这个红包其实就是表示甲新娘添妆，欢迎你过来阮家的意思。是吼，听老师你安尼讲吼，我颠倒是有开窍呢。比如安怎讲，因为咱会以为讲吼，你若介意，你就包较多；啊，若无介意，你包较少的。咁咱毋是颠倒头。比如讲你若是无介意，你包较少，啊包较多是表示讲歹势啦，我甲你回事咧啊。所以讲吼，大家包红包，有影是爱包清楚，唔通讲误会去。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多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赢真心。要上去。来，欢迎我们新人入场。30名落去，见证下他们幸福的时刻。好着行。结婚是人生的大喜事，伫咧传统啉喜酒的时阵，菜色一般拢是上素，代表新人心相成对，婚姻美满。10项菜就是代表这十全十美，12项就是代表一年四季12个月内底，每一个月拢幸福的意义的代表安尼。喜酒当中有真侪菜名，拢有吉祥的意思。港式的海鲜卷，啊甲红豆包啊吼，两个落去拼开，搁吉祥如意、印象味。结婚到咱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这种意思就对啦。这红青米糕代表讲咱的子孙啊，是因的厝内的人，会使做官、步步高升的意思。花好月圆啦吼，代表咱的结婚的时吼，双双对对同款的意思。啊，一个圆啊，搁一个意思，就是讲因会使百子千孙。啉喜酒的时阵，一定会有个重要的菜色是鸡啊和鱼啊。鸡吼就是起家啦，翁某结婚以后成立一个家庭，啊，咱叫做起家。这鱼啊意思代表就是种年年有余这个意思。台湾人传统的结婚宴席顶悬的每一项料理，拢蕴藏台湾400年来的文化内涵，以及亲戚朋友真心的祝福和期待，互人食伫咧嘴里，甜在心内。哦，咱拄则看迄影片内底，迄几道菜安尼真澎湃吼，实在是看来拢规拢摇起来吼。啊，我讲到菜，我就一定来请教咱的老师吼。老师啊，通常吼，咱这个迄个桌顶吼，哦，就是讲食这个喜事，就食到的时阵，迄桌顶拢是双数对无吼？为什么要有10副或者是12副的这个碗底啊？啊，这是代表什么意义啊？其实正常吼，咱食到拢是12出，是12出就是。12道料理啦，是。啊，12的意思其实是表示讲你一年12个月，哦，啊，日日平安，日日有财进，10是10全，啊10全因为
稻吼，咱较早稻较细稻，12个坐袂落，啊坐袂落拢坐10个，啊10也是一个真好的数字嘛，是全嘛吼。细汉的时阵吼，我会记得讲我去食稻，因为迄时阵我袂食素嘛吼，我袂迄阵就是就爱食一个菜，迄个吼就是迄个红肉。你捌食过红嘛？有啊，即嘛吼，颠倒去食稻，像我看到人拢食腿裤，啊，无迄红肉就要避腿裤，啊，这是啥物原因啊？哦，当然啊，较早红肉吼，红肉其实是为福建东莞来的一个料理改良的。啊，因为细细角角，有生一个肝液，安尼3层肉其实歹做。你技术无好做袂水，哈，你一站一站，表示你的人生路途啊愈来愈顺遂的意思嘛，哈，啊。歹做，你遮尔大粒吼，要炖甲安尼会水高形出来吼，真歹做。啊，后来吼，就技术啊，半汤西伊嘛出来做总铺西啊，就改用腿裤。啊，腿裤你无论安怎去卤去煮吼，形无啥会走。是。啊，裤搁一个意义就是代表灾苦嘛。啊，所以到尾啊，这20-30年来差不多拢无看到红肉。啊，红肉是科技时代，吼有皇帝的时代，爱进京户口嘛，啊，所以爱官因爱做官嘛。啊，即摆的人感觉发财较重要。无官员，但是咱有财库。系爱改财库，所以你即摆看差不多红肉较少，拢用腿裤较济。啊，像讲咱桌顶遮的吼，有特别意义，像讲红肉迄就是官印啦。是。啊，像这蚵仔，啊，这有大粒个细粒，这有啥物差别啦？哦，这其实是较早新娘要出嫁的时阵吼，拢会一寡判价，判价较早，咱即马拢差不多是连交花啦，吼，可能相信老师有印象，即马拢连交花，啊，连交花足够团，啊，其实连交花以早是用蚵仔，因为蚵仔你看迄大粒蚵仔吼，你大粒蚵仔种吼，你若1年2年，你拢无去甲学吼，伊会胃边啊生。第2代、第3代，所以甲安尼叫做抱囝蚵，啊，所以就表示讲你新娘嫁去吼，会像迄蚵仔安尼，足好生迄蚵仔囝，足好生，啊，所以你结婚的时阵差不多会放一个蚵粽，是，吼，好新娘早去南方遐，是，啊，你若讲出菜吼，出菜差不多有一寡意义啦，因为每一道菜拢有伊的是啊，像讲这圆仔，我细汉的时阵啊，我喜欢食甜，吼，啊就。其实吼，即马拢较安尼有看到这啊吼，即马拢是直接尾啊，拢出这是用钱的这嘛。是。但是其实这圆仔啊是富贵团圆吗？你其实咱订婚的时阵爱行圆仔嘛。是。吼，女方爱行圆仔，就是报人知影意思。阮这查某囝毋是对人走，吼是正式互娶的。啊，到那关我那有啦。哦，圆仔你若有圆仔。圆仔吼，啊规桶啊，你知无？是啊是啊。规桶的厝边头尾拢来食，是。大细拢会使来食，啊你若无人来食，嘛去甲拜托人来食。吼，厝边头尾来烧圆仔，差不多顶半时吼，差不多是伫咧讲新娘，伊可能有一寡芹菜。芹菜揉鱼，啊揉鱼因为你有一个度嘛，迄就是古早叫算地，算地就是藏钱的所在，吼啊芹菜表示新娘的勤俭，是，所以芹菜揉鱼会安尼出来，毋是因为伊俗，而是为用伊的用意，啊差不多顶半时拢是伫学了这个新娘的好女德，啊到半时要嫁来啊。伊的人生到伊成年要嫁来，啊所以就是出有汤的圆仔，这叫新娘圆。啊，新娘圆为什么是汤呢？因为表示新娘会带财来。哦，水就是财嘛，有水就是有财啊，所以用煮汤的表示新娘带财来。到下半时开始可能第一出菜就是来出红金米糕。红金甲米糕安尼。嘿，啊，你看即马这只即马有生什么字？唔知咧，我较无智慧，我较无智慧咧。伊有生一个状元的元无？伊迄2支大拱，有生迄个状元迄2支骹无？是。所以就是祝福讲，这个新人吼，伊就是中状元，伫咧科技时代。我知啊。所以红金米糕绝对是一只即马袂使2只。是。因为状元敢若一个。状元敢若一个。啊，米糕就是步步高升。嘿，啊，搁食会饱。是，吼，啊，你中状元了，就爱做大官嘛。啊，所以有地官。所以有地官嘛，吼，所以爱地官。是。啊，地官就是新郎这个事业顺利了后，是。所以就是望新娘紧生囝嘛。是。啊，所以就爱食地道嘛。是。哦，一节顺序都对啦。一节顺序嘛。啊，到尾啊，拢来这个12出菜，拢真圆满了后，就是状元圆嘛。是。状元圆就是带，吼，啊，这就是。啊，你喜欢食这？啊，这就是两性合好嘛，吼。啊，土豆腐就是表示
这个食土豆食到老嘛，是，吼，啊嘛是代表生贵子的意思。嘿，啊，所以你看你食到有土豆啊，吼，食到老，有龟子，吼，龟子开花结籽嘛，所以每一出菜拢有伊的迄个意涵伫内底。所以讲这唔通讲唔出唔对呢，吼，啊无迄伊的祝福拢伫菜内底，啊，伊为这个一二三四安尼一个顺序，你袂当就是人生的过程啊，是，吼，为查某囡仔嫁来，啊，到这个新家庭的祝福。啊，都食了，新郎新娘爱去门口准备送客啊。是。吼，迄阵啊，原来会讲好话啦。吼，你像种来宾了，啊，你即嘛伊拢有糖啊嘛，有龟子嘛，吼，啊是粉啦，东山西西，啊伊若种啊摕这俩做糖啊来食，伊就讲啊食甜甜啦，祝你明年生后生啦，吼，啊是讲食好甜啦，吼，加强对无？加好甜。祝你一胎生上生，哦，啊那食龟子伊就讲，食龟子祝你快乐无得比啦，哦，啊是讲食龟子啊，祝恁老啊厝一直起啦，是，拢是讲在，拢讲好话安尼啦，啊食红枣吼，祝恁夜夜春宵年年好啦，哦，啊食红枣啊，祝恁明年吼开好花结好果啦，是。所以讲，这个添丁啊，吼啊发财啊，这拢是必要的星座，这拢是必要的过程安尼。不过吼，拄则拢讲遐济食的吼，大家伫遐咧食的时阵，一定有啉酒啦。是。吼，迄阵啊，大家原来照用啥呢？北管内底有种蓝坛，蓝坛的调起来应用。是。因着唱，迄叫啉酒歌，啊，普通是3、5好朋友烧酒，原来会使唱。是。啊，但是特别伫迄个新娘喜事的时啉，大家和爽嘛。是。吼，我唱个足欢喜。啊，所以是原本北管的曲调。就北管蓝坛嘛。蓝坛嘿。我嘛请大家，咱大家娱乐一下安尼吼。原来啊，无事啊，今嘛是有事啊，今嘛要来参加仪式。啉酒啊，是咱人的享受。梁山伯祝宴，拜见啊！上公车啊，有公车啊，白马溜啊，黑白溜啊，啊花水你都唔通溜。结婚的娶某是好日子，阿公的阿嬷是上欢喜，啊爸母的笑甲咧水鬼鬼，啊亲情朋友笑微微，啊拄则有讲到风肉对吧？哈，风肉是风干是有意义，红情米果咧上下味，有鸡咧有鸭咧，搁有鱼，那啉咧那食。免客气啊，免客气。报道歌丁用俗语参故事，加强起来博感情。后礼拜唔通袂记收看咱报道歌丁。